咱做伙献开圣经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9章19节到22节，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。约翰福音第19章19节，彼得多写一个牌，叫人钉伫十字架顶，牌顶写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侪侪人看到这个牌仔所写的，因为耶稣受钉十字架的所在离城无远，而且这个牌是用希伯来、列丁甲希腊3种文字写的。犹太人的祭司长对彼得多讲：“请毋好写犹太人的王，爱写这个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。”彼得多回答：“我所写的无搁更改。”以上，愿上帝话成做咱生命的帮赞。咱今早起的信息，要邀请杨义真牧师来传讲，伊的题目是“十架试验人的心”。有人讲，这毋是受难的节期。为虾米讲十字架的信息？但是十字架毋是季节性的纪念，却是一世人的军队。有人讲，双连教会真奇怪，十字架刻在外口，礼拜堂内底怎样无？但是因无了解十字架的中心甲内涵。伊的内涵就是克西玛尼园的祈祷。爸啊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爸啊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，咱伫讲题大圣，咱先来做一个十字架的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伫遮呼求，求你的国降临，求你的旨意伫地上，亲像伫天里。主耶稣，求你教示阮，因为阮是恁的学生。求你帮助阮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你，成做一世人跑走的路程。圣神，求你帮赞，求你引带，求你启示迄个真理的道路，互阮伫十字架的光来行一生的道路，佮见证十字架成做上帝上大的荣耀。咱咧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段时间咱拢咧读约翰福音吼，约翰福音这本册较晚先册。所以，伫写作的风格、伫内容的选择、伫神学的论述顶面，拢甲强关福音书，也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有真侪的无共款。约翰福音书伫神学的论述，迄个深度，特别伫基督论，也就是论述基督的代志顶面。比强关福音书成色真侪。约翰福音书的中心的问题是：耶稣是一罪，耶稣到底是一罪？耶稣，你是啥物人啊？是人子吗？是受苦的奴仆吗？是先知吗？是救主吗？是弥赛亚吗？是基督吗？是犹太人以色列王吗？也是上帝囝，这个议题真做第1世纪末，直到几若世纪久，足侪学说、足侪大公的会议，圣经无论是使徒圣经，也是尼西亚圣经，在制定中间上中心的地位的议题。
所以约翰福音伫讨论，这就是第1章第1节到14节，证人的见证就是第1章的15节到51节，写作的目的就是第20章的31节。伊的描写内底一摆搁一摆肯定耶稣是基督，是甲天父上帝同等的囝上帝，是上帝的真道，就是上帝话语Logos，是咱的救主。这也是使徒圣经关乎耶稣的第一句：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搁进一步来讲，约翰福音启示了整个耶稣真侪身份中上中心的迄个身份，就是上帝的囝。用7个我是来铺陈这个主题，来教示咱每一个信徒，每一个基督徒，透过囝上帝来认捌爸上帝，透过囝上帝来了解圣神上帝，囝中心三一上帝的认捌。因为安尼对耶稣的宣信，耶稣的十字架事件的意义，伫约翰福音内底也足真正特别来解说。咱拢知约翰福音写作的风格，带着真强烈的目的性甲戏剧性。清楚写作的目的来迈进，就是见证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独生囝，是救主。约翰福音的7个使者对迦纳的婚宴，清水变做美酒，到遐医治的使者，几若会互青眉看见等等，到最后一个使者就是列撒罗4个月，7个使者，伊的困难哪来哪强，哪来哪强，哪来哪重要，哪来甲人的性命的中心来连结。伊的目标是要往十字架来迈进，就是迄个耶稣所讲成了上大的神迹。伫迄个成迄个开展的紧张性顶面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也真正特别。遐求问真理的，遐做信仰关键讨论的，拢是非典型的人物，拢是意料之外的人物，敢毋是？年长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3更半暝来问耶稣顶头生的代志，甲犹太人有冤仇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伫透中斗，伫遐问敬拜的代志、弥赛亚的代志。使者列撒罗的家属马代问性命甲国外的主题，然后今仔日所看的经文。罗马的政客，意外中的意外，比列多来问真理甲上帝的代志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关乎耶稣基督伊顶十字架其中的一段，伊嘛亲像约翰福音一贯的写作方式，真正充满冲突。首先，约翰福音并无描写甲耶稣同顶十字架是治罪，因敢若是两个人，无名无字。因为因两个只有是为着家己所犯的罪行来定死应该受定死的人尔。所有的焦点伫咱的视野中间只有耶稣，因为伊是为咱的罪受死。第二来讲，约翰福音的记载伫十字架事件内底，甲耶稣上最互动的是一个足意外的人物，就是罗马的政客比列多。咱无袂记哩，伊是使徒圣经内底有名有字的人。
足意外。伫彼拉多甲耶稣的对谈中间，3摆，伊竟然安尼讲：我查袂出伊有啥物罪，我查袂出伊有啥物罪，我实在查袂出伊有啥物罪。然后这时长，然后犹太人的领袖遐信上帝，讲定伊十字架，定伊十字架，定伊十字架。真奇妙啊！彼拉多面对耶稣，竟然问出2个足关键问题。第一问耶稣：你对倒位来？你到底是一罪？你到底是啥物人啊？第二个问题是：啥物是真理？政治人物上现实的，竟然问啥物是真理？太意外了！这2个问题真正重要。第一个是关乎上帝，第二个是关乎咱对上帝的认识，咱怎样找到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？真理就是通往上帝的道路，因为耶稣安尼讲：我就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人若要照着我，就袂到爸上帝遐去检视。但是可惜的，伫真侪对谈中间无结果，彼拉多毕竟是政客、政治人物，伊妥协了。今日经文讲，伊就确定耶稣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，以色列人的王。伊用3种的文字，就是希伯来文、拉丁文、希腊文，也就是当时通用犹太人的文字、学术的文字、官方法律的文字来写这个罪名。哇！这是犹太人无法度接受的代志，所以因就甲阿求讲：你袂使讲犹太人的王，你要讲伊家己讲。迄家己讲甲死是差真多代志。彼拉多怎样回答？伊讲：我写的，我已经写，我袂改。偌尔啊意外，一个外族人、外邦人，一个罗马的政治人物，一个甲犹太人无宗教关系、无宗教利害冲突的局外人，竟然意外讲出真相甲真话。耶稣是基督，犹太人的王。透过这个话语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十字架事件，真做一个拆开囝所统治上帝的国度、开展降临世间的第一幕。所以咱目想十字架。我要借用我甲我的先生林颜如博士，因为阮常常做神学的对话，搁较幸运的是，伊专门的就是基督论甲十字架神学。我要借着伊伫论文所写的来甲大家分享。目想十字架，至少有3个意义。十字架的 cross。真做一个死刑的刑具，真做死亡的象征，是威气、毒气的意思。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29节所讲的：上帝又搁除去世人罪孽的啊！上帝又搁除去世人罪孽的啊！十字架也是超越连结的意思 ，cross over。因为十字架除去罪所产生人甲上帝迄个隔离，伊拆开迄个遮坎的布幔，伊拆毁迄个隔断的墙，就互咱甲咱的上帝结连、重新起造迄个合一甲合宜的关系。无但安尼，咱这个连结对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，就甲咱的苦难连结；对耶稣基督的国外，就甲咱
得救的快乐，永远活命的五芒连结。所以耶稣甲尼哥底母的对谈中间，伊家己讲着家己的十字架，伊就安尼讲：伊讲上帝遐尔啊疼世间人，甚至收赐伊的独生子，互因，互所有信伊的人，无得灭亡，反得着永远的活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世上，毋是要定世间人的罪，却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6到17节。第三个意义，十字架嘛是咱每一个人的十字路口 （crossroad）， 代表选择的意思。所以咱对这看到十字架顶面的耶稣，就要转向十字架下面的正人。约翰福音的十字架事件足特别，伊毋是干那彰显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也描述十字架下面遐个人的反应。约翰福音对3摆讲到举起十字架，对第3章第14节举起铜蛇地，到耶稣对家己受钉死，就是人子受举起。12章31节到十字架事件最后一句话，因要仰望因用枪所刺杀的人。19章37节，拢互咱就视觉对十字架顶的耶稣转往十字架下面的正人。十字架顶面只有耶稣，十字架下面的人呢？兵丁伫遐分耶稣的外衣。抽签来分，展现最后佫可怜的贪念，遐尔啊可怜，遐尔啊贪心。妇女所展现是真做人类迄个无助的哀伤，因甲耶稣徛做伙，但是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，完全无能为力。约翰家己真做受托，接玛利亚转去到厝的迄位耶稣交代后事的对象，并定最后用枪刺杀耶稣，来确认伊的死亡。但是因毋知影因所刺杀的是几罪啊！因佫较未了解上帝竟然用家己的死亡来成就拯救的功劳。耶稣讲成了，就转开。十字架就耶稣完成伊的使命。十字架的人有各种的反应。透过安尼视觉的转换，作者其实在问所有的读者一个问题，所有看约翰福音的人的一个问题。好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犹太人的王，是上帝独生子，是救主，是伊真正是。因为安尼，你的回应是啥物？因为安尼，我的回应是啥物？因为安尼，咱的回应是啥物？透过这个问题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成做试验人心的问题。约翰福音所记载十字架事件中间总结的一句话：因要仰望因用枪所刺杀的迄位。所以，基督的十字架毋是干那展现上帝迄个放下家己、放下性命、永远袂停、无有保留的爱情。十字架互咱反省咱家己，我的十字架是啥物？我的选择是啥物？伫法国的大作家 Victor Hugo 所写1862年所出版《悲惨的世界》（Las Mireilles）， 中间伊的男主角叫做 Jean Valjean， 伊是一个因为无公平判决坐监20年的假释犯，一喙面包换20年的人生。
伊的心肠就刻条迄个罪犯的记号号码，字数602。坐家出来想无想，对即个深深对有歹意，对即个互伊深深受苦的世界，真正足生气的，无平衡。有一天，伊留点礼拜堂过暝，伊就想讲好，世界对我遮歹，我就甲礼拜堂内底运气打包带走，隐姓埋名，过生活就好啊。反正世界对我歹，我哪着对伊好？无拍算，代志才拄好，警察来问。搁较无拍算的是，主教竟然为伊惹空，然后真正将遮的运气拢总送互伊。即款亲像上帝的疼，互想无想开始反省，开始醒悟起来。帮赞伊的主教安尼讲：我亲爱的兄弟啊，请你会记哩。将这事当作一个搁较悬的计划，使用这个运气，重新成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甲保惠，上帝已经将你带离黑暗，我也为着上帝将你的灵魂买回来。深受感动的想无想安尼回应讲，伊摸着我的灵魂，伊教我怎样听，伊互我伊的信任，伊称我做兄弟。我的性命对今仔日属伫上帝。对迄天开始，伊行上顶头生的道路，用伊所剩的一生。来帮助真侪有需要的人，伊收养一个婴仔，伊写出完全无共款人生的故事，是毋是加咧试验人的心？敢毋是？所有嫉妒、杀害、啼笑、诡诈，拢伫是毋是加光的下面，无法度稳住，无所遁形。是毋是加试验人的心？有人心亲像倒伫挂，迄个枪毋是敢若插着耶稣的身体，也插着咱的心，就安尼晓悟悔改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是毋是加是话去？上帝又搁拄起世间人的罪孽，是毋是加是超越甲连结？互咱甲上帝建立新佮合意的关系，是毋是加是选择上帝通过道成肉身选择真侪人，佮选择真侪奴仆的样式，顺服到死点十字架顶，亲像保罗所讲的减死。用家己的死亡成做代价，赎回咱的灵魂。因为安尼，即马是毋是加伫试验你我的心？亲像悲惨世界所讲的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命运，这是搁他永远袂会结束的旅程。One day more, another day, another destiny. This never-ending road to Calvary. 这是迈向搁他永远袂会结束的旅程。所以约翰在问你我，耶稣也在问你我。
伫十字架的道路，伫咱家己的十字架顶面，我的选择是啥物？你的选择是啥物？我的选择是啥物？咱的选择是啥物？咱是继续活踮罪恶中面，继续行世间的道路，永远袂话回头，也是咱愿意跟对咱的主的脚迹来行，一生为耶稣来活，一生为伊来活。因为安尼，咱会当亲像约翰福音所记载，虽然咱软正摇摆亲像西门，也佫用彼得的名为主来活，为主来死，来荣耀伊的名。所以，咱会当亲像耶稣所讲的：少年的事，你自由来去，自由来去。但年老的时，你要伸你的手，互人绑你到你所无爱去的所在。软正亲像西门，却用彼得的名为主来活，为主来死，来荣耀伊的名。阿们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伫遮深深承认阮的软弱，阮是遮尔啊软弱的罪人。阮跋倒伫每一个坎站，阮失败伫重要的时刻。阮讲要跟对你，却常常回头行世间的道路，亲像从来毋捌你的人共款，求你赦免。阮信，但是信无够也，求你帮赞，互阮每一摆仰望十字架的时阵，会当看见你的疼，就跟对你，举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跑走头前的路站，互阮会当坚定，亲像彼得，为你来活，为你来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